后来过来是台中的丰原一间厝出租的套房，嘛是伫半暝3点外火烧厝，有一对男女朋友消失伫个房间底，厝边来报案，讲火烧进前有听到附近人咧大声喊救命。另外，伫个火烧的现场，佫疑似有酒干仔，两个人是因为啉酒醉，或者是困甲真落眠，未赴来逃生，这拢爱佫厘清。 消防人员由封锁线台中丰原这栋4层楼半暝3点外，看到真济乌烟。讲救命，我讲是安怎哈？伊佫无讲，所以我就较紧走落来。 附近的住户讲，火灾进前听到2楼导火所在，敢若有人伫咧冤家，阁有查某大声喊救命的声音，刷入到发生火警。消防人员入去到2楼套房时，看到住伫咧内底一对男女朋友已经过往。2楼的房间里面啊，破门以后有大量浓烟窜出，然后在床上及床底下就发现2名焦尸的状况啊。死者是53岁李先生，59岁张小姐。厝头家讲，因做2楼套房8个月，入厝水拢真正常，看袂出有倒位怪怪。不过去年10月，捌因为啉酒冤甲大细声，厝边嘛抗议报警处理。你跟她男朋友是警察回家也不会讲啊，我们都要回家照顾我丈母娘啊。对，我丈母娘她生气啊。消防队员私底下讲，火警现场房间的涂骹有真侪酒干仔，敢是因为啉甲真醉，或者是人咧爱困未赴走，先怎会火烧厝，会阁进一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